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36章，继承家业的女子结婚的条例。约瑟的后代马西的孙马吉的囝，基列宗族的族长来见摩西甲以色列逐宗族的领袖，讲：上主有命令我的主用抽签的方式分土地予以色列人做产业。我的主嘛照上主的命令，将阮的亲族色勒非哈的家业分予伊的查某囝。毋过，因若嫁予以色列别支族的人，因的家业就会对阮祖公的产业拨过予因的丈夫迄边的支族，安尼阮抽到的产业就会减少。到以色列人运费的年，这个查某囝的家业就会加伫因的丈夫迄边的支族，阮祖公支族的产业就减少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对以色列人讲：约瑟后代的支族讲了有理，关系色勒非哈的查某囝，上主安尼吩咐，因通选择因喜意的人，毋过着嫁予共支族、共宗族的人，安尼以色列人的产业就袂对即个支族拨去予别个支族。以色列人逐个着守条因家己祖先支族的产业。以色列逐支族所有继承产业的女子，着嫁予共支族的人，予以色列人会当继承因祖先的产业，安尼产业才袂对即族转去别个支族。以色列逐支族的人着守条因家己的产业。色勒非哈5个查某囝马拉、得撒、哈拉、密加甲拿阿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做，嫁予因的即8兄弟，因拢嫁予约瑟的后代马西支族的家庭，因的家业留伫因老爸的宗族内面。以上是上主伫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，通过摩西予以色列人的命令甲规例。